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台湾新行业纪念主日，我实在是真欢喜，会当搁一摆来到双连教会，因为已经足久无来到咱中间做礼拜。今仔日伫咱的中间，我意爱用上帝的话，甲咱三家来敬拜，好唔好？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，让同心来祈祷。主，即时阮安静伫你的面前，就亲像玛利亚共款，真真坐伫主的骹前，阮意爱听主讲话，因为主，你的话就是活命的米粮，是光，要光照阮心内的黑暗，也是光，要带阮行伫上帝你爱阮行的道路。这是阮恳求圣神自由运行做工伫阮的中间。互阮有受教的心，有会当听的耳孔，互上帝话的真理，你到阮的耳孔的时，会当伫阮的心内结出好的果子，来荣光主你的性命。阮也恳求圣神做工伫阮的中间，互讲的甲听的人，边边得到上帝的扶持甲帮助。愿阮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是主所欢喜的。安尼祈祷为坎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我相信咱拢真熟。特别你若是甲我同款，就细汉伫主里学大汉的话，我想这个故事咱毋知听过偌侪摆。总是有可能，就是因为咱对伊真熟，至到有时咱会忽略伊的重要性。当我最近一摆又一摆读这个故事的时，我深深感受到，这个故事伫今仔日会当搁一摆对台湾的正教会、对咱的教会来讲话。今仔日所读的这个故事是发生伫西奈山山脚的一个事件。咱若要搁完整来了解这个故事，就要倒转到40工前。40工前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就是当以色列人伫西奈山甲上帝立约的时，对迄集开始，以色列人甲上帝建立一个真亲的关系，就是上帝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上帝的子民。耶和华上帝为着要向以色列人进一步来表明，伊对因所存真水的心意。就要用律法甲诫命赏赐予以色列人。各位兄弟，律法是上帝恩典的一种的表达，因为律法甲诫命是上帝为着要帮助伊的囝儿，怎样活出一个上帝所喜意的性命。所以上帝就呼召摩西讲：“你就山就跟我踮伫遮。”我要将我写的律法甲诫命赏赐予你，通教示你的百姓。摩西要离开进前，就吩咐遐个长老讲：“恁踮一遮等阮，听候阮倒转来。伫遮有阿伦护你甲恁弟弟，人若有代志，通来找因。”摩西交代完这个事，就带伊的助手约书亚就上帝的山。总是摩西要去的时，并无甲因讲什么时阵伊会倒转来。拄啊开始的时，才会伫山骹听候的以色列人嘛无发觉有啥物毋对，因悠然过生活，因悠然做伊每工爱做的事。不过日子一天一天伫过，无拍算，因一等就是40天啊！这以色列人等啊等，望啊望，就是无看到摩西落山。就安尼，因的心开始烦恼。因烦恼讲，摩西敢会伫山顶拄着什么代志啊？接续，因的烦恼煞变惊吓，因为因想讲，若是摩西拢无倒转来，阮是要怎样啊？之最要带阮继续向前行啊！然后，因对这种未来的惊吓煞当作受气啊！因起摩西，哪会遐尼无负责任？带阮对埃及地出来到这个旷野，现在家己煞来浪讲。到最后，因实在是忍袂住，
就去找摩西的兄哥阿伦，因真无客气的口气对伊讲。其实你若读台语汉字版的时，迄个口气是足歹的。伊安怎讲？伊讲起来，甲阮装上帝，通行伫阮的头前，因为迄个摩西就是带阮对埃及地出来迄个人，阮毋知伊拄着啥物，真歹。真奇怪的是，阿伦并无任何的反对，就照百姓要求伊做去做。阿伦做啥物？伊就吩咐因讲，就将你的某囝、查某囝耳孔所戴的金环拔落来，摕来互伊。阿伦就将百姓交伊的这金马做一只金牛仔。当以色列人看到这只金牛仔时，就非常欢喜，讲：以色列啦，这就是你的上帝，带你出埃及的。阿伦的心到底伫想啥物？咱毋知，圣经嘛无甲咱讲。有可能，伊毋是一个真勇敢会当去承担责任的人。所以，当这百姓气扑扑来找伊的时，伫这种压力的下面，伊只好将百姓所要求的福音，通互家己会当紧紧脱离迄个困境啊。嘛有可能，阿伦安尼做是要得到百姓对伊的欢喜啊。怎样讲？这互咱想到有一摆，阿伦甲摩西阿姊米利暗，因为怨妒家己的小弟啊，伊怨妒小弟。伊捌安尼讲，想讲耶和华真有甲摩西讲话吗？敢无甲阮讲话吗？怨妒家己的小弟，所以有可能伫阿伦的心内，伊嘛会捌安尼想：我的口才无比阮小弟较差，年纪阁比伊较大，我哪会着爱做伊的助手？好不容易。即嘛摩西无伫遮，这是我会当好好表现的一个机会，来证明我嘛会当做领袖。为着要得到百姓对伊的欢喜甲支持，阿伦就照百姓所爱所要求的福音啊。到底阿伦的心伫想啥物？咱实在毋知。不过有一项事咱会当知的是，当阿伦拄着问题的时，伊并无亲像摩西共款。摩西拢会先到耶和华上帝面前去祈祷，去问上帝。反倒当咱看起的是，阿伦马上去行动，要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总是咱来看起，当阿伦只有看重人，无看重上帝，就要是想要得到人的欢喜，毋是要得到上帝欢喜的时。伊所做对整个的信用团体实在是一种的损害，甚至将上帝的百姓带离开上帝的路啊！阿伦伊做啥物？当伊看到百姓遮尔欢喜，看到这只金牛仔时，伊马上就伫这只金牛仔头前做一个祭坛，然后宣布讲：明仔早起，咱就爱敬拜服侍耶和华。隔顿讲一透早，百姓就早早起床来献祭来敬拜。表面上看来，就亲像40工前因所做共款。40工前，当以色列人甲上帝立约的时，因所做宗教礼仪拢共款，因献祭，因敬拜，甚至嘛亲像40工前共款。当因献祭敬拜服侍了后，大家做伙坐落来庆祝，欢喜庆祝欢喜啊！无拍算，就伫这个时阵，上帝竟然伫山顶对摩西安尼讲：上帝讲，你落去，因为你的百姓。就是你对埃及地带出来已经败坏啦！你落去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对埃及地带出来已经败坏啊！各位，我毋知你有听清楚啊无？上帝竟然是讲你的百姓，这就敢若是一位老爸伫讲你，毋是我的囝，毋是我生的共款啊！
爸仔囝的关系已经拍歹啦。会当讲，即时的上帝看以色列人甲伊的关系已经无共啊。原本是迄种你是我的囝，我是你的上帝，我是带恁出埃及的上帝，迄种真亲密的关系已经无共啊。故事讲到这的时，我毋知你是毋是甲我同款，心内有一种的着急，甚至有一种讲袂出来的悲哀。为什么？因为遐伫山骹啉食，上帝伫敬拜服侍以色列人，却一点仔拢毋知，上帝看伊的关系已经甲因无共款啊！这是这个故事带互咱上大的条件。这款的条件嘛，会互咱伫读这个故事的人，今仔日咱咪会不禁地要想问咱家己：咱是毋是甲遮以色列人同款？我是毋是甲遮以色列人同款？甲上帝关系已经拍歹啊，不过我一点仔拢毋知咧。上帝看我甲伊的关系已经无共啊，总是我一点仔拢毋知。检采咱要问的是，到底以色列人是怎样行到这款的地步啊？经文的一开始安尼讲，百姓看摩西缘前无落山。缘前英文的翻译是讲 delay 啊。什么是 delay？ 好比讲你要出国去旅行，你上惊就是到飞机场，突然间甲你讲你的飞机 delay。什么是 delay？ 伊的意思是讲，代志无照原来的计划时间表伫进行。代志受到主动阻碍啊！伫这种的情况下面，人往往会失去耐心，情绪嘛会变甲真急躁，甚至会生气啊！会当讲做金牛啊，这个事件就是当以色列人对上帝失去耐心来开始的。不过，咱要问的是，上帝的计划减亲像这以色列人所想的，受到缘前吗？无啦。事实上，当因伫山骹伫听候的时，上帝悠然伫山顶继续伫进行伊的计划，就是将律法甲诫命上述给摩西啊。上帝伫稳重中继续伫工作，只不过是这个代志，以色列人的目睭拢无看去啊。所以希伯来书讲啊真好，伊讲信是啥物？信就是所望的实在，甲未看去的事的标准啊。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讲啊真好，伊讲，如果有耐心是上帝的一种本质，安尼无耐心就是出伫迄个歹的，是甲上帝对敌的，因为伊表示人对上帝无信任。不但安尼，咱也看去，当以色列人失去耐心，对上帝无信任的时，真趣味。因所做毋是离开宗教信仰，无呢。因所做是反倒转对宗教采取更加积极的方式。好比讲，因起祭坛，因献祭，因敬拜，因服侍。因甚至对家己安尼讲，这就是带阮出埃及的上帝，就是因为因所做犹原是宗教性的活动，就是因为因所做犹原是宗教性的礼仪，直到因伫不理解中间，将家己的行为合理化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家己骗家己啦。最后连家己已经离开上帝。连阮甲家己上帝的关系已经拍歹啊，煞一点仔拢毋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以色列人怎样陷落伫做金牛啊这种的错误的过程啊。人为什么会去做金牛啊？简单来讲，就是对上帝无信任，然后我家己来，
我家己做主的一种信用态度。咱也看去，当人只有靠家己，唔靠上帝，相信家己，唔相信上帝时，唔管咱所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完全宗教性，唔管咱所做表面看起来是完全虔诚，伫上帝的眼中，拢唔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因为事实上，咱所服侍、所敬拜，唔是上帝，是咱家己。在上帝看，这就已经犯了10条诫。第一诫命就是：除了我以外，你唔通有别个上帝。人甲上帝迄种真亲密利益的关系，也因为安尼来得到破坏。各位，容阮我阁讲一摆，提醒咱，这个做金牛的事件是发生伫什么时阵？是发生伫40天前，以色列人甲上帝立约了后啊。40天前，你若读圣经的时，这以色列人捌3摆用真肯定的口气对上帝安尼告别讲，因讲：耶和华，你所讲的，阮拢要遵坦来行。耶和华，你所讲的，阮拢要遵坦来行。耶和华，你所讲的，阮拢要遵坦来行。总是伫短短40天，因对上帝的献身，竟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对这，我嘛看起就是信仰里面有一个真重要的事实，也是一个真重要的陷阱，就是上大的献身。往往会面对上严重做金牛仔的试探，上大的献身，往往会面对上大做金牛仔的试探。什么款的人会去做金牛仔？唔是唔信上帝、无服侍上帝人，唔是，是服侍上帝、敬拜上帝的咱这的人会面对做金牛仔的试探。我想，这对咱今仔日坐伫遮，咱来服侍敬拜上帝的你我来讲，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啊！特别是如果在座你是一位对家己的信仰真伫意，对教会事工真投入，对上帝国传福音嘛真有使命感的人，检采，你也愿意安尼心灵讲，咱常常是一群真无耐心的人。不只是对别人无耐心，对家己无耐心，甚至是对上帝无耐心。好比讲，当咱对一项事工真投入，甚至看伊是上帝给咱一个使命的时，咱的心总是会真期待，这个事工会当紧紧来完成。也因为安尼，若是事工的进展甲咱心中的时间表有所出入的时，咱往往会失去耐心，甚至会受气。咱会对身边的人受气，对教会的同工传教者受气。然后，咱就我家己来，我家己做主的这种信用态度，用咱人各种的办法，要来达成咱心中的目标啊！所以我深深体会。对咱这的敬拜上帝、服侍上帝人来讲，咱甲上帝关系会出问题，往往是因为咱对自我的期待较赢过咱对上帝的信靠。若无小心的时，咱就会伫不知觉中间掠家己做上帝，爱上帝来达成我心中的目标甲计划。希望咱用真多时间、精神投入伫教会的事工，投入伫上帝国的事工，检采别人嘛看咱真热心、真有使命感。不过事实上有可能，咱所服侍、所敬拜的，毋是上帝，是咱家己。上帝无阁诚做咱的主，是咱家己诚做家己的主。基督无阁诚做教会的头，是侪人拢想要做教会的头。
上惊的是，咱有可能就亲像伫遐个山骹的以色列人共款，咱敬拜咱服侍咱献祭，总是咱竟然一点仔拢无发觉到，原来咱已经离开了上帝，原来咱甲上帝迄种立约的关系已经拍歹啦。上大的献身宗教热情，往往会面对上大做金牛仔的试探。虽望人看的是外表，不过耶和华上帝看的是咱的内心嘛。上帝怎样看这以色列人？伫第9节，上帝安尼讲：上帝讲，我看这百姓看是颔棍硬。颔棍硬，这种的表达常常用来形容一只动物，无爱照主人爱伊去的方向去行，硬要往家己爱走的方向去。就亲像咱所讲的一只唔愿受指挥的马同款。面对这群颔棍硬的以色列人，上帝的回应是互咱真着惊的。上帝对摩西安尼讲：上帝讲，我要大受气，因袂无因，因你诚做大国。这是讲什么啊？意思是讲，上帝对亚伯拉罕甲雅各的应允的确的实现。咱的上帝是袂讲白贼的上帝，总是现在上帝无爱用以色列人，上帝要用摩西来取代以色列人，来完成上帝的计划。上帝讲：我要大受气，因袂无因，因你就是指摩西，因你来成做大国啊！这也是讲，一个掠家己做主做上帝的人，也是教会。上帝无爱用伊啊！上帝会兴起别人来取代咱的位置，来完成上帝的旨意甲计划。你若读真古的圣经，你会发现，敢毋是拢是这款的故事嘛？大卫王是上帝所欢喜拣选的奴仆，总是当伊离开上帝了后，上帝兴起别人来取代伊的位置。上帝的计划甲旨意无得到覆盖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实在是互咱真大的提醒啊！免得咱有一天，咱甲上帝各无分啊！检采对在座一寡人来讲，读到今仔日这款的经文，特别是有关上帝生气的经文，你会感觉真好了解，甚至是真好去接受。上帝不是听吗？上帝哪会生气？总是当我一摆又一摆读伊的时，我发现，当圣经的作者用这种真人性化的语言，伫描写上帝生气的时，事实上，伊也是要表达咱的上帝真人性化的一面啊。上帝就亲像什么？上帝就亲像一位真疼囝的父母啊！用全部的疼来疼伊的囝儿，无拍算，囝儿由原变歹无听话，甚至做歹来抵抗父母啊！在座咱有足侪是做父母的，我相信伫这种的情况下面，你的心的确会真艰苦，敢毋是？甚至会生气。不过咱拢知，这款的生气实在是一种疼的表达。因为心会疼，所以心会疼啦。我感觉台语足水吼，疼疼啊，真正会疼是会心会疼的。也因为父母是真正疼囝，所以咱的确袂接紧就放囝儿，互伊行自我灭亡的道路，敢毋是嘛？咱的上帝嘛是安尼，各位。咱的上帝是慈爱中有公义，公义中有慈爱上帝。有时咱只有爱慈爱上帝，咱无爱公义的上帝。你敢有这种的父母，只有拢甲你讲好，无甲你纠正错误，这的确毋是好的父母啊！
咱的上帝是慈爱中有公义，公义中有慈爱上帝。也因为安尼，上帝出得听，当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要大受气，因被无因你成做大国的时，事实上，上帝也阁有讲另外一句话。这句话就是伫第10节，上帝是安尼讲的：上帝讲，你当出在我，我要大受气，因被无因你成做大国。你当出在我。中文是讲，现在你且由着我吧。英文是讲 ，Now leave me alone。短短一句话，有一位圣经学者讲，这句话短短一句话是整个这个故事的重点啊，是这个故事中的福音是好消息。你当出在我 ，Now leave me alone。这里表达什么？上帝心有丢毒啦，上帝的审判也无定论。伫上帝对人的失望甲生气的中间，伊永远为咱保留一个空间，就是上帝的心意会改变的可能性。这实在是出自上帝听的本质。伊看咱不过是土罪的器具，笑脸咱软正咬最歹。上帝愿意为咱保留一条稳定的出路啦。咱也愿意回头归向伊，上帝的确要赦免咱一切罪过。上帝要搁一摆甲咱相甲立约，就亲像当时上帝甲遐以色列人搁一摆定心立约同款。你当出在我 ，Now leave me alone。这句话也表示伫暗示什么？伫暗示上帝对人提出一种的邀请。就亲像当时摩西听到这句话，伊马上抓住这个机会，徛伫人甲上帝迄个破口的中间，破裂之处，这是诗篇中文的用语。徛伫迄个破裂之处，摩西勇敢徛伫上帝的面前，为着伊的兄弟姊妹来代祷，为着伊的信仰团体来代祷啊！当我伫写这篇讲章的时，也互我想到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宣教，今年已经将近154年。我毋知各位敢知，长老教会今仔日伫台湾，咱的信徒人数有偌侪人？记录是22万，有固定伫聚会做礼拜只有一半，差不多10万。咱奉称作是长子大主大囝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宣教154年，咱的信徒只有10万人。今仔日伫台湾基督徒的人数只有占全人口的6%。最近因为我这份的关系，有机会到无同款的长老教会去探访，我看到真着惊。长老教会愈来愈老化，真侪教会拢无青年人。这几年，我伫神学院伫招新，发现长老教会要来读神学院的人的人数是愈来愈低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间教会愿意献身读神学院的人数，的确反映出地方教会属灵的气氛甲情况，敢毋是？当我伫写这篇讲章的时，受到咱过去信仰前辈所做一切，佮受到今仔日咱的台湾长老教会，有时心内会真着惊，真着急，急什么？惊什么？真惊了，有一天，咱伫上帝国无份啊！检采摩西当时为以色列人伫上帝面前所做的祈祷，伫今仔日也要成做你我伫上帝面前咱共同的祈祷。
摩西怎样向上帝求救？伊讲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回心转意，煞你的受气。求你纪念你的奴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你捌指家己对因咒詛讲：我要互恁的后裔，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。佮我所讲的这个全地，我要赏赐互你的后裔，因要做因永远的产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期待看见台湾长老教会复兴吗？你敢有期待看见咱双连教会复兴吗？是，咱拢期待看见台湾教会复兴，这是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基督用伊的宝血所赎回的，基督疼教会，为教会赔命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教会是这么样的宝贵。总是咱若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，当我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项事真趣味。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中间，真正教会复兴拢有一个特色，无拄拄甲人数有关系。真正教会复兴拢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人定心倒转到上帝的面前，悔改伫上帝的面前，互上帝做上帝，互上帝做上帝。不但安尼，我看去，伫过去2000年教会的历史来看，侪教会福音之所以会结束，往往是因为人无搁存谦卑、圣洁、悔改的心来甲咱的上帝相甲同行。或者是当教会彼此无合一的时，福音就会结束。今仔日，咱搁一摆就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搁一摆洗清咱的罪。上帝监察咱每一个人的内心，上帝会当看出谁之水是真实的人，之水是假善的人。上帝要任命敬畏伊的人，上帝也会赐信心予软正的人。伫上帝恩典、慈爱的本质的下面，咱就勇敢无惊来到咱的上帝施恩宝座前，来向伊悔改认罪，并且伫咱的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，来向伊安尼求救讲：主啊，我信，但是我所信的无够野，求主帮赞。主啊，我信。总是我所信的无够野，求主帮赞。我最后的祈祷是啥物？我的祈祷是：双连教会徛在伫遮，恁承受信仰前辈所留予恁最信仰的财产、资产伫遮，就互上帝做上帝，基督做教会的头。当上帝搁一摆伫咱的教会中间受高举的时，就上帝的荣光要充满伫咱的教会，众人要因为看到这个光，就就近这个光，然后要将荣光归予咱的爸上帝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阿们。